美吃啊。我以前找不到哦，等一下我帮你拍。你做好了？Makan guys. Cái này là gì? 鳗鱼，加鱼莲旺来面。你这不要挤我，不然我这个要分他吃哦。这有烤吗？这个很贵，有，这个要烤啊。要烤熟哦。我先帮你调大一点的。啊。它是可以分上烤，谢谢。鳗鱼就是烤一下有热就可以了。无烧焦吗？对，它会变成金黄色的叫外皮这样就可以了嘛哈。这个关于你的碗呢？那个是花枝啊，鱿鱼真可以吃啊。过来，好姐，鱼啊。所以你有加50吗？有啊，最下面的可以啊，最上面的不行哦。啊，最下面的可以啊。那你就画正字啊。花枝是什么？花枝是你刚刚给我的对吧？对啊，白色的。啊，还有你有看到那个什么腐鳗吗？鳗鱼啊。有啊。鳗鱼你再点2份啊。这样有大滚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它有大滚就可以了。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可以那个盘子拿出来了，放这里，好就可以放在这边，放这里。你要给鱼信息哦。好，你再拿这个电锅来给你。哎呀，这个剪刀是他给我们的。对啊。有没有点虾子？没有啊，你刚刚不是叫我画那个吗？我没有画下来，你还该画。我没有画虾子啊。你把那个鸡肉全部拿过来啊！在那里啊，鸡肉啊。好。Barbecue guys. Mamam. Mamam. 有珍，看妈妈，好吃吗？烫烫的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不要。Barbecue guys。拍我。没关系啊。好了吗？
可以，这个好了啦。妹妹，你还要吃什么？妹妹，来，等一下，帮我切。来，一个。阿丽这个根知道给他吃，等一下。放了。哦，没了。这好咸。我好被人嫌弃。不会辣哦。一点都不辣，那么少，点3分，你快点剪一下啦！弄对了，我用就真的有熟吗？有了啦，家里有了。那边卖上白糖糕。这个是辣的。是。要不要？不要换。拿一个辣的，一个不辣的，红色是辣的。要饮料的。鱼蒸切切。哦。你有没有切给鱼蒸吃了？还有，拿来碗，拿来。我帮你。这个天妇罗。来啦，乖，拿来碗，拿来，全部给他。那里还有。我帮你整理一下。哦。好了。黑胡椒的。黑胡椒的。没关系，看他看要不要吃啊？黑胡椒会辣吧？就看看呐。这要怎么吃？这是。去试。就是肉，看烤肉片或是烧鱼上面。哦。肉烤差不多这样。哦，好。啊，这个玉米笋很看。不好意思。正常在跳。哦，孔雀肺啊，刘佳宇，这个孔雀肺啊。哦，这是你点的哦。你那边的虾子全部都是不辣的啦，我这个是辣的。3点到齐了。好，谢谢。再帮你整理一下。新欢乐。烤网好吗？好吧。啊，他换烤网。你都不给我？哎，我跟你们借一只夹子，谢谢。鱼蒸你要吃吗？这个鱼汤应该是 OK 的吧？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已经太可以了。就是它待会，就是中间这边的肉是最后的嘛。如果待会有点新鲜出下去，可以抓住，拖过去的话是可以的。你看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下剥下来给你吃。这个还没有很熟吧？哦，那好啊。这个好吃哦。好吃。
要给妹妹吃，儿子。咖喱这个啊。弄一下。烧吗？哦，烧。等一下，很烫的，你弄开了。等一下再拿呢。我们吃。啊？要喝饮料。不会吃啊我？拿。你要喝什么？这个。妈妈帮你泡泡，等一下哈。对。泡一下这个给阿玲。鸭子好了。泡一下对，这个。这个好了吧？好了好了好了啦。哎，杏鲍菇跟香菇，有没有人要吃？好哦，放这啊，放这里啊。洋葱放这里啊。这是前面吧？这是牛肉了，对对嘉怡，牛肉不要帮爸爸烤。卫生纸啊。我也是卫生纸，我也是卫生纸。来一套卫生纸。哎呀，这个好了，等一下。好，拿过来我这里烤了。这个，我想要加鸡翅，帮我加鸡翅在上面泡一下。现在这里。好，我弄就好了。等一下。要烤太好了。啊，这个饼还没有烤啊，家里等下啦，我先变起来你再用啦。你吃不？这边买这边。太多了。哦。哎呀，这个鸡肉，它在这里很久了哎，它烧焦了呢。啊，就帮忙看到我要去家里呢。睡好了那你吗？去死给我。还没有。哦，哎，老婆，去死太多了。放这里就好了。怎么没有？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融化一起嘞。对吧？哦，你们都不会烤啊？那就不要放在这里啊，这个一下就熟了，不要放那里。